世间话话真明了，真平安，险你心，真平安，我当想思你，真是疼我当想思你。真是疼，是世间袂通找；真是疼，是世间话真明了；真是疼，踮你心；真是疼，我当想思你。真是疼，我当想思你。真是疼，是世间袂通找；真平安，是世间话真明了。真平安，踮你心，真平安，我当想思你。咱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感恩甲认罪，因为伊是葡萄树，互每一个连接伫伊的每一个基拢得到活命。咱来读这段经文。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爸是种葡萄的。连伫我果无结果子的基，伊就甲伊种起来；有结果子的基，伊就甲伊修剪，互伊结较侪果子。咱的性命亲像这基共款，若是连伫主的内面，咱的性命会互主来修剪。但是伊的心意是要互咱的性命结搁较侪果子，所以这个时阵，咱要来祈祷，献上感恩，因为主要互咱每一个人连接伫伊的性命内面，伊嘛要带领阮每一个人伫信心的光照顶面来活头归向伊，互咱的罪得到赦免，来领受这盼望甲救恩。这时阵，咱开嘴来祈祷。主感谢你，互我会当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因为主你是葡萄树，你互每一个连接结连伫你的基，拢领受这活命盼望。主啊，是对你来无断绝的盼望伫我的心中。主感恩你的引带来带领我每一个人，啊，伫这时阵要来求主来赦免，来引带阮的道路，互阮行伫你的稳定的路，互阮的性命徛伫主你的真理内面。主感谢你，甲阮同在。主感谢你的稳定伫阮的心中，亲像今仔日早时咱起来时阵，感觉真寒。总是主你，互阮的心有平安，有对主来的平安，有对主来的健康，咱会当坐伫遮来向你献上敬拜，来祈祷，来领受你的救恩，来领受你的平安。我嘛要求主来赦免阮的罪过，伫阮有伊甲无伊的时阵，主啊，阮的心离开你，求主你来赦免。互阮的心搁一遍有对你来火热心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心意是要引带阮行这个活命的道路，这个平安的道路。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阵嘛要继续为着伊伫甲头房来祈祷，咱来读这段经文。你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你内面。恁无论爱啥物，求就甲恁实现。伫约翰福音15章第49、6节，若是咱结连伫主
的生命内面，咱会知影要安怎咧活出迄对伊来愿望甲真实的平安。所以这时阵，若是咱的身躯，还是咱的心灵，面对着这个环境，毋管你是感觉讲哇，我真寒，还是感觉讲我心足忝，咱拢会当来到主的面前来祈祷。若是你有需要的人，你会当站起来，咱中间长老甲牧者拢会为你来服侍，为你来祈祷。这时阵邀请大家，咱开嘴来，为着家己的性命，为着家己需要，为着咱的需要，咱来到主的面前来祈祷。主感谢你的恩典，你互我会当徛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感谢主你，主啊，你伫阮中间，伊保守阮为每一个人的性命，伫阮软弱的时阵、刚强的时阵，主你拢引带阮，行伫主你的保守、你的恩典的内面。这时阵，主啊，你的医治、你的透放，要临到每一个人，临到每一个相信你、追求你、跟对你的人。求主你来引带，互阮的性命拢得到主你的话名，搁一遍更新伫你的内面。祈祷。主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用你的名来宣告。主啊，我要用信心来领受主你的透放，主你的医治。不管是伫阮中间身躯有欠缺的，还是讲即马心神有软弱的，主啊，阮来到你的面前来追求的时阵，你要想事，迄阮无想到，总是互阮搁较济的平安。主，感谢你医治的大能，来充满伫阮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中，互阮搁一遍透过礼拜，透过阮生命每一天来见证你奇妙伟大的作为。安尼祈祷是奉靠最后所的名，阿门。咱搁要为着主你来守望祈祷，咱来读这段经文。毋是你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你，搁任命你，互恁去结果子，互恁的果子会当永远保存。安尼，恁奉我的名，无论对地求什么，伊会互恁。这是我互恁的命令，恁着彼此相听。恁着彼此相听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知影，毋是我家己，毋是你家己有这个才调，会当来领受即款的号调甲稳定，是主的拣选，是主的引带，是主的保守。所以每一遍礼拜时阵，透过无遮的讲道，透过每一个服侍人员，透过每一个建造礼拜的人，咱就伫遮来建造教会。所以要为着无遮中职团队，甲每一个服侍同工来祈祷，特别是为个人来到主的面前，临做会教来祈祷，互咱的生命伫主的内面，甲人、甲上帝、甲整个的环境有和谐美好的关系。嘛为着遮的退休的传教者，伊的身心灵平安。若是为着这个传教者，嘛是为着伊的厝内底的人，因为一个人要服侍，是一个家庭投入伫咧内面来服侍。嘛为着本主的医疗关怀，逐项的会议甲本主祈祷的见证会顺利求主来掌管。见证会、祈祷会是要见证主的大能伫阮中间。所以这时阵嘛要为着更生团契来祈祷伫10月28号的时阵，有44位同学报名参加，就在龙潭女子监狱，有这圣诞节前洗礼点、圣礼点，所以要为着你的性命来活出迄更新的愿望来祈祷，嘛为着这个天使树过去有很多年就是有在做这个事工，关怀这个关怀遮的囡仔，因的厝内的人无伫因身躯边，总是主会疼嘛临到因。在这个时阵，咱要开喙来为着主日，为着个人，为着咱听到遮的祈祷的事项咱开喙来祈祷。主感谢你恩典伫阮中间，你是听祈祷的主，因互阮的性命是在伫你，根基是在伫你，愿望嘛是在伫你。主啊，感谢你使用每一个人会当真做主你的器具，会当活出你荣耀的见证，对你名
心来得到透房，互阮的心得到迄对你来完全的平安。主感谢你稳定伫阮的中间。这时阵，我们要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，咱来祈祷讲：阮伫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去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在想的时，有主的天使伫伊的面梦中出现，讲：代表后的约瑟啊，无着惊，着带你的某玛利亚过门，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，伊要生囝，你着叫伊的名做耶稣，因为伊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。马太福音第1章20节到21节。点到第3支蜡烛，这是无油人的蜡烛，提起咱每一个人，嘛提起每一个无油的人，听见基督降生的宣告时阵，是何等的喜乐！预言已经得到应验。人所仰望的弥赛亚已经来临，所有热切追求的人满心欢喜。这是来讲者第3个礼拜宣布喜乐。回来吟圣诗303首，主，我要学罗你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主，我要学罗你，真心真意，我要保佑你，奇妙大权能，为延光你生命。主，我要学罗你，真心真意，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真实听你，真
心真意，我要保佑你，奇妙大权能，归荣光你生命。主，我真实听你，真心真意，对你要找到人生的意路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要服侍你，真心真意，我要保佑你，奇妙大权能，归荣光你生命。主，我要服侍你，真心真意，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。哈利路亚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着十字架救赎，互咱会当住伫你内面，享受你所赏赐的恩典，得到丰盛的性命。主啊，阮亲像鹿仔较无溪水，阮较无亲近你。阮知影，阮时常得罪你，实在无啥物通夸口的。求主除去阮肉体的软正，帮助阮脱离罪恶的侵坑。感谢主，你赏赐主耶稣基督，成做阮万福的源头。求你用宝血洗净阮，求圣灵更新阮，帮助阮搁较意爱超找真理，刻慕你的话语，遵守教示，明白你国度的奥秘，恢复阮甲你中间破除的关系。求主成做阮的力量，甲避难所。求主赐福伫教会、圣诞节甲跨年、祈祷会的逐项事工，互阮有机会将福音传予搁较侪的人，互众人因着福音得到活命的重生，互阮所做一切的事工会当荣耀主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求主灵力，也还祈祷。请坐，请咱做伙来启应。伫信息后面，启应文第55篇，就是马太第6篇。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，要啉啥物咧操烦。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啥物咧操烦。性命敢无比食物较重要？身躯敢毋是比衣服较重要？恁看空中的飞鸟，因无种造，嘛无收成，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。恁的天父嘛得甲因养饲。恁敢无比因较贵重？恁兼有人想讲操烦话当，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时仔久？恁哪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？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在大丛，因无劳苦，嘛无芳泽。毋过我甲恁讲，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，因穿的衫拢无比遮的花的一蕊搁较水。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在活，明仔就互人迄落花露。上帝都安尼甲因糟蹋，伊敢袂搁较甲恁糟蹋？恁兼会遮尔无信心？所以恁毋免操烦讲，阮要食啥物？还是阮要啉啥物，要穿啥物？
遮个拢是外邦人咧追求的。恁的天父在遮个，拢是恁所需要的。着先追求伊的主权，甲伊的旨意实现。遮个物件就要煞拢互恁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咧操烦。明仔载代志，明仔载才操烦。坐声，一日的艰苦一日长。请子弟团来献诗。
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25节甲31节。约翰福音14章25节甲31节。我犹阁甲恁做伙的时，已经有将这个话甲恁讲。毋过为着这，就是爸用我的名要册来的圣神，会将一切的代志教示恁，嘛会互恁会记得我甲恁讲一切的话。我将平安留互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。我赐互恁的，甲即世间要互人的无共款。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，嘛毋通惊吓。恁已经有听见我甲恁讲，我去要搁转来恁遮。恁若有听我，会因为我要去爸遐来欢喜，因为爸比我较大。当代志还未发生，我先甲恁讲，互恁伫代志发生的时通信。我袂搁甲恁讲真济话，因为即世界的统治者伫要来啊，伊绝对袂当对我做啥物。毋过要互世间人知，我听爸，有照爸的命令去做。起来，咱来去。请本堂黄树前牧师来讲道。题目是：我留落平安互恁，我留落平安互恁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好，天气足寒对无？今仔日出门的时阵，你敢有平安？有哦，真好真好。我最近呢，伫网络顶悬读到一篇文章，这个是华语的，所以有点难念。但是感谢尤牧师吼，伫这几年呢，我有3位台语的老师，头一位就是文成长老，文成长老，第2位是即马嘛是长老的立珠长老，第3位呢就是我们这个台语下教的尤牧师，所以这7年来，台语会愈讲愈好，有时阵嘛会落插，总是感谢有遮个老师，互我的台语对一个字拢读袂出来，拢互人讲我讲台语是臭奶呆安尼，所以即马毋管是看网络还是实体袂晓讲台语的人会当来甲咱教会，会当来学台语。我读到一篇文章安尼讲啊，伊讲毋通当作无代志。伫天气变寒的时阵，你若是当作无代志，你会安怎？你可能会感冒。你无穿外套，无搁穿一领衫，你可能就会感冒。这文章内面讲到讲，我捌伫一间商店看到一个囡仔，伊伸手就甲一摊这保健的食品来当推倒，了后这囡仔伊就当作无代志发生。伊的妈妈看到这物件拢落伫涂骹，嘛当作无代志发生。这文章伊写的作者是一个牧师，伊讲伊看到的时阵，真正感觉就戆面，是这样讲吗？戆面、戆影都可以。那安尼这个囡仔是要安怎来处理咧？若是你是这个囡仔，若是你是这个囡仔的家长，你是伊的老爸、老母、阿公、阿嬷，你希望伊安怎处理咧？伊伫这篇文章讲，伊应该爱回息咧。有诶时阵，咱拄着代志会用歹势啦，来取代真实的回息咧。这毋是我讲，这是这篇文章讲的。伊应该爱复原，将留伫涂骹的物件复原。伊应该爱摒扫，若是造成遮个垃圾。
伊应该爱赔偿，若是造成遮个损失，伊应该爱改正。无过奢侈是着爱谨慎。那安尼伫咱的信用顶面呢，当然嘛是安尼，毋通当做无代志发生，甚至无要认罪悔改，只是用歹势失礼即款无照赔的态度，无注意家己的问题，毋知影家己的决定会造成啥物款的影响。无要复原，无要改正，安尼伫咱的信用的性命内面，咱是咧拼空家己的性命，咧拼空别人对你的交托甲信任。伫咱的中间，你捌结做无代志无？这是一篇来自屏东一个教会牧师，伊写伫脸书粉专的一篇文章。今仔日苏珊牧师是用本堂青年牧师的角色，的最后一遍伫遮来讲道。我是用一个嘉南教会出身的会友、青年传道牧师的角色，来甲大家分享今仔日的信息。2013年的时阵，我领受呼召。迄个时阵，顶边台湾神学院的院长，嘛是校长有来讲着讲，3日前我领受呼召去读神学院。迄个时阵真特别是，有一位叫做林鸿信的老师，伊到嘉南教会来分享一篇信息。迄个信息叫做“我要欢喜”。总是迄个时阵，我听到即款的呼召的时阵，其实我感觉毋是真欢喜，因为伊在讲到迄个信息的时阵，是伫一个代志发生的时阵。常常伫咱的生命中，有诶时阵，你的生命会拄着一款代志，亲像你的身躯会病痛，亲像你厝内的人会拄着啥物款的挑战甲困难，亲像咱会失去亲人，亲像咱会拄着喜事。这时阵，你要安怎来回应？特别是拄着真困难的时阵。迄个时阵，林老师讲到一位先知，伊叫做哈巴谷，请问台语要安怎读？哈巴谷对无？哈巴谷，哈巴谷先知。总是咱读伊的名的时阵，敢知影伊是一位先知？啥物款的先知？就是伫发生的代志的时阵，上帝有时阵会互一寡人先知影这特殊的启示。先知就是一位伫发生代志的时阵，袂当作无发生的人。伫迄个时阵，伊反倒会找求上帝，因为伊知影，伊生命是要伫信仰内面，爱先来看见。伊才会当来领受这呼召甲负担，来面对咱即马拄着的挑战。先伫来领受这呼召的时阵，亲像咱领受着上帝甲咱讲要做啥物款的代志的时阵，常常会经历着3个阶段。我想，毋若是伫教会、伫咱的家庭、伫咱的工作的这个环境。伫咱的社会，甚至伫明年要选总统的时，咱其实拢会经历这个阶段。头一个就是，咱会伫咱的生命中看到啥物咧？看到问题啊！咱会看到讲咱啥物生命内底的问题，咱会看到讲这个环境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、关系的问题。伫迄时阵，先知
伊领受到，伊看见伫这国家内面有济济人，因拢无行伫上帝旨意内面。总是咱看到问题时阵，讲出遮个问题，停留伫遮个问题时阵，咱就诚做一个批评的人。我甲伊讲哦，教会变数安怎？哦，这教会牧师安怎？教会的服侍安怎？咱看到问题的时阵，就安怎？停伫遐的时阵，就诚做一个批评的人。所以咱莫诚做一个批评的人。伫神帝的生命中，有上帝上好的祝福。上帝赐福就是，互伊看见答案。无一定迄答案是完整的，有可能上帝互你看到这教会问题内面一寡答案，一点仔答案。迄时阵，你会诚做一个啥物款的人？若是你看到问题，佮看见答案，你就讲：我甲伊讲啦，长老应该安怎做，牧师应该安怎做，小组长应该安怎做，同工应该安怎做。咱就诚做一个论断的人，因为要做遮个代志，拢毋是你，是别人。伫迄时阵，就伫即个环境中，我领受一个呼召。这个呼召就是，咱的生命其实要诚做一个军队的人，但是你要对下人去。伫告别式的时阵会讲，以后天地安怎？各三季，对无？但是你敢确定你会当伫天地各三季？你凭啥物感觉讲你会当伫天顶各三季？当时这篇信息咧讲这个神旨的时阵，拄啊好10年前的我，迄个时阵足瘦，比即马搁较瘦，超过20公斤。差一个人安尼。所以伫橄榄教会其实是一个真丰盛的所在，有真侪疼惜，有真侪彼此相疼的所在。当时领受这篇信息的时阵，其实我迄时阵已经做青年干事啊，因为迄时阵要准备去读神学院。我会记得我头一年在做这个神学生神学生的时阵，伫拜六礼拜头一遍的讲道，就是讲诗篇23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时间过了足紧，10年了后，今仔日我阁徛伫遮，甲尤牧师、老牧师诚做牧者的团队，但是我感觉是真戆影啦。华语就是真错愕。我一直想讲，若是有一天我要讲这个道的时阵，我要讲啥？我毋知影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你听到三位牧者要来接收这个不是任通知要来离任教会时阵，你有啥物款的感觉？我是一个伫信仰内面很真实的人，就是我充满足侪疑问，我感觉足侪情绪，我无答案，我嘛毋知影原因。迄时阵，我感觉毋敢相信，我的真侪做牧师的朋友拢问我讲：“你是这教会家己培养的呢，哪会无适应呢？”迄时阵我无法度回答，我只能说我很错愕。但是主，伊引带每一个人。亲像耶稣来到世间的时阵，若是你想象一个救主，伊来到世间，结果伊想讲，你想讲，伊要带你来
这个修正，创造弥赛亚的国度，然后推翻罗马帝国，建立一个完全新的政权。亲像台湾一直在面对着这国际还是国家的认同危机，结果来的时阵是红的啊，他没办法照顾你就算了，你够爱饲恁，你够爱换牛族啊，伊会哭，伊会寒，安尼的救主要互人要安怎相信？其实咱的生命中常常地出现这情绪哦。感谢咱的青年就有才情，这图全部他自己做的，也谢谢他愿意分享，所以我才可以贴出来。结果伫迄9月1号领受到这不私人通知之后，10天之后，早时5点半。我很爱睡觉，突然惊醒。上帝伫迄眠梦中，甲我叫醒，叫醒了后，开始好像一连串的对话，甲阮讲，即摆代志会当安怎来面对。我领受一个经文，拄则已经伫子弟团已经吹过了。咱来读耶利米书29章11节。上主讲，我确实知，我为着恁定的计划，是要互恁平安繁荣，毋是要互恁受灾祸，通互恁有光明的将来。我领受一段经文，感觉真戆影，毋是要平安繁荣，繁荣吗？但是为什么咱拄到的代志是即款的方式来发生？总是迄时阵真清楚一个意念，就是我的身份，基督徒的身份是要带来互人有平安。所以伫教会内面最重要的就是，你是毋是一个互人有平安的人？毋是人要互你平安哦。是你领受上帝平安了后，你是毋是一个互人得到平安的人？总是平安，毋是啥物代志拢无发生，叫做平安。咱拢知影，这个平安是无法度对人家己拼性命工作来得到的。这个平安，其实是对信心。特别是伫约翰福音内面，伊亲身来教导的。几乎伫迄时阵，牧者团队领受一段经文，后来这段经文嘛，真做咱要去开拓教会时阵的根基。因为圣经真清楚甲咱讲啥物，请恁来读，对恁来讲。恁对基督领受的圣神踮伫恁内面，就无需要别人甲恁教示，因为这位圣神要教示恁逐项代志。伊的教示是真的，毋是假的。安尼，就照圣神教示恁的，踮伫基督内面。咱读到这段经文的时阵，我毋知影你的看法是啥物。总是我知影。我即马拄到的代志，若是无转去到基督的心意，无转去踮伫基督内面，咱的心真正无法度平安。因为咱拢知影，平安毋是人会当互你，是只有即位三一的上帝，伊是天父耶稣圣神的团契，享受平安。互人会当领受这个永远的平安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咱的一生有可能是在追求，要安怎活出属于上帝的平安。伫旧约内面，咱拢知影这个平安，毋是讲啥物代志都无发生，是讲着讲我甲上帝
甲人、甲这个大自然，会当安稳自在同在。这是一个互相认捌、甲互相彼此相听的关系。所以耶稣，伊伫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的时阵就讲：我要甲恁做伙的时，已经有将这个话甲恁讲。我想，伫这7年来，虽然我的台语毋是讲介好，总是嘛有听到牧师的信息，嘛有听到伫信息内面信心的教导。其实这段经文是一个真困难来解释，总是会当经历的经文。这段经文其实是耶稣伊伫要上十字架进前所讲的话，临别赠言。要走的时，进前先甲恁讲。咱拢知影，这时阵，这门徒，若是咱对这四福音有了解的话，甚至是使徒行传有了解的话，咱就知影，门徒这时阵，伊军队耶稣是有一点仔知影，但是佫毋知影耶稣到底在做啥物，伊到底意思是啥物。所以耶稣讲这段话了后，其实门徒。每一个军队，伊的门徒要面对着真大的挑战，是身躯的挑战，是心性的挑战，心灵的挑战。因为刷落来，咱看经文就知影，门徒开始头一件代志就是啥物？刺卖耶稣啊！第二项代志就是啥物？无认捌耶稣啊！应该讲。不认他，然后世界图像，这甲我无关系哦。伊想要当做这代志都无发生，总是面对着信仰，面对着咱的一生，咱袂当当做无发生。甚至伫灵性，就是灵性上，其实伫迄时阵，因的心窍还未开啊。所以，伊用人的方式，亲像彼得，伊就有自信的讲：我一定会安怎，我一定会安怎。结果头一个无认捌耶稣，无要认耶稣做伊的老师的，就是伊。3遍，总是咱读约翰福音的时阵，最后是一种毋忘的经文，因为耶稣定定用对话的方式。来引带人来到伊的面前。咱常常讲，我最常听到音乐牧师说了，方向比速度更较重要。其实今仔日的经文就是一个方向的教导。什么叫方向的教导？人生有真侪时阵，亲像安尼啦。我徛伫即马这个所在，总是我毋知影未来。谁做什么款？敢有人知影今仔日会变足寒？是气象预报讲的，是吗？1年前的你会知道吗？那你知道1年后、几年了后温度是什么吗？咱都不知。我们不知道原来这个夏天这么这个冬天我还说夏天，这寒天这么热，然后变遮寒。这是人对未来的看法，所以咱的方向是安尼时阵，其实咱无法度感觉平安，敢毋是？我毋知影我敢会破病，我毋知影我敢有意外，我毋知影我敢拄着啥物款的代志。所以伫约翰福音内面真重要的启示，真正是邀请大家每天迦南之声，也是讲你家己单独会做的时阵，你爱来读经文，因为伫经文内面，耶稣。常常毋是互你一个答案，你就去做安尼。常常是伊会甲你的心理、你的心内真实的问题，你带到你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阵，你甲伊对话的时阵，迄伫你内面迄真正无法度过去的，你生活中真正足困难的，
伫迄关系中真正就互你挣扎的时阵，耶稣要甲你对话。所以约翰福音在今仔日的经文的时阵，有三段经文，伊拢讲到，这是一个对话。啥物款的对话？头一个耶稣讲伊要去啊，这学生戆影，想讲你要去倒位？主啊，阮拢毋知你要去倒位，哪会知影迄条路啊？伊一直讲你要去倒位？伫迄个问题中，这个多马，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，伊常常是那个问一个问题，可是他问的问题都很实际哦。真正毋知迄条路啊，啥物叫做基督徒？啥物叫做做礼拜？啥物叫做服侍？其实毋那是咱目睭看到的安尼尔，有真侪人，伊是对伊内面领受迄负担，领受迄呼召，所以去做迄代志时阵，会互你感觉讲，哪会遐戆？这无啥物帮助啊！这遐尼委屈，为虾米要安尼做？总是伫伊的生命内面，伊真正知影迄条路。耶稣甲伊讲啥物？咱来读这段经文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毋是通过我，无人会当去爸遐。你若捌我，嘛会捌我的爸。对当以后，恁捌伊，因为恁已经有看见伊。哪有可能看见上帝？你敢有看见上帝是做啥物款？迄时阵的经文到呾。”敢有人看见上帝？常常我看经文的时阵，我拢会提出我家己拢无法度回答的问题。所以有可能是安尼，上帝呼召我去读神学院来做牧师，我毋知影。但是伫门徒这学生在问耶稣的时阵，头一个问题问了后，第二个问题就出现啦。伫迄个时阵，看见上帝是真侪人在追求的，特别是犹太人。这是一个真荣耀的经历。伫迄历史内面，离上帝最近的，有可能是摩西啊，因为伫出埃及记33章就讲着讲。摩西讲：“求你互我看见你的这个阳光。”但是上帝无互伊直接面对面，因为伊知影是上帝知影，毋是摩西知影。他看到可能就会死了。上帝阳光遐大，咱的性命那么渺小，有罪，我们面对到无罪，怎么可能可以生存下去？总是上帝互伊看见。他的背后，门徒在问这个问题时阵，其实嘛在鼓励每一个人。有时阵咱无答案，咱有问题，总是咱会当来追求主。主有可能要甲你讲这个答案，但是讲了后咧，讲了后，咱有要安尼活出伊的心意无？耶稣直接讲，免看别人啦，就是看我。我要做啥物，爸就伫我的内面，爸透过我的性命甲你讲，这就是伊的形象。创世纪讲，每一个人拢是照着上帝形象来创造的，但是咱看边仔的人，你会感觉是安尼吗？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，同时拢存在上帝形象，总是阁有人性甲罪性。所以昨我伫拜六礼拜分享的时阵，我讲，咱爱承认家己敢有真正的平安。等下阁会讲到讲，啥物是真正的平安？伫约翰福音的内面，阁有一个真要紧的。这学生讲着讲，若是上帝疼世间的万物，毋那是人哦，是这个整个他所创造的。
如果他真的爱这个世界的话，为什么只有一寡人会领受对伊来的启示？为什么只有一寡人会活出对伊来见证？为什么只有一寡人对伊爱一生来跟对主？这是犹大问的问题，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，另外一个门徒犹大。他问这个问题，然后耶稣应什么？咱来读这段经文。耶稣应讲：听我的人会遵守我的话，我的爸会听伊，我的爸甲我话来伊遐，甲伊做伙大。无听我的人袂遵守我的话。恁所听见的，毋是我家己的话，是找我来的爸的话。有时阵，咱感觉约翰福音就歹读，是因为他很多要在脑中一直想象的画面。耶稣应讲，为什么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？因为只有听伊的人会遵守伊的话。伊透过遵守主的话时阵，伊就知影迄条路伫倒位。所以这是一个挑战。咱会听主，是因为主，你先听我，你互我有福分，你互我有稳定，你有我有健康，你有我好的家庭，你有我好的什么款的款待，所以我听你。咱呢，咱是用条件来跟对主，总是主讲，你爱知影迄条路，毋是你有这条件，你会知影迄条路。是因为透过你听我，你愿意行这条路，所以主伫这条路顶面来引带你。我拄则有讲，咱的信用其实是一个方向的问题，毋是速度的问题。耶稣其实伫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一个方向。伊道成肉体，亲像咱圣诞节期咧讲的。伊来到世上，甲门徒做伙，总是伊了后定时日过死，第三日后对世人讲对，搁我，然后安怎？他升天啦！伊讲伊要去为咱备办所在，让我们有一天去到那里跟他同在。敢有可能耶稣佮讲这个话时阵，伊已经看远未来，然后伊甲即摆门徒讲话。若是安尼，咱就会当了解为什么要差派圣神来到咱的中间。这是咱上帝三一上帝的工作。所以，基督徒所领受的信仰，毋是对即马看远未来，其实未来才是迄个开始。所以，咱拢讲啥物？咱拢讲特别在告别式的时候啊，拢讲咱有永远的活命。这不是咱有牧师黑白讲，有牧师每一次都在讲。咱听完了后，敢有去理解，敢有去行，敢有去想象迄空间、迄个环境、迄个那个脚步要安怎行？基督徒的性命对较远的眼光来看的时阵，伫约翰福音讲，圣神会带咱每一个人，照着伊的指示，伊要甲咱讲一切的代志。这是所罗来经文。所以耶稣在讲这话的时阵，其实伊毋是对即马在讲未来啊，伊伫在对未来来讲即马。你想看觅？伊对即马来想3年前、4年前，即马的人对这个 COVID-19 应该无啥物，应该还是觉得有一些风险，但是无亲像4年前，哇，风生水起啊！3年多前，惊到要死，毋敢出门，很怕人得这，是不是？因为咱对迄时阵行到即马，
总是伫今仔日来看过去的时阵，你敢会遐尼惊？我想咱已经准备好啊，我知影要怎样隔离啊，我知道怎样治疗，我知道去打疫苗啊。所以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阵，其实伊互咱有一个感讲是，原来基督徒的性命为虾米要踮伫基督内面才会当有平安？因为基督是对未来，互你有这准备，准备虾米？准备现在，准备现在，你要行往未来，未来才是你生命的开始。所以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阵，袂着惊。面对这灵鬼魂的时候，当我们要唱平安的7月夜，明明就是12月，咱会当有平安，因为咱知影，咱的主拢已经知影咱的道路。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最后，应该是讲26节的时阵。耶稣对这学生、这门徒讲啥物咧？咱来读这段经文。毋过为做这，就是被用我的名买册来的圣神，为将一切代志教示恁，嘛会互恁会记得我甲恁讲一切的话。所以信心来到咱生命中，刚刚那个图已经给大家看过。咱的生命会亲像安尼，你觉得哪里是起点，哪里是终点？你的认捌就会造成你的行为，然后伊就带来影响。这个影响会互你决定，你家己的决定咯，我有平安还是无平安？从脑到心到手，然后这是一个循环。耶稣伊最后讲：我留落平安互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，我赐互恁的，甲这世间伫互人会无共款。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，嘛毋通惊吓，因为恁已经有听见我甲恁讲，我去要搁转来恁遮。恁若有听我话，因为我要去爸遐来欢喜，因为爸比我较大。基督徒会当欢喜，毋是讲咱一切代志拢无发生，毋是咱无面对问题，还是无遮个困难，是因为咱知影，遮个困难到迄日的时阵，拢不再是困难。到迄日的时阵，无阁有病痛；到迄个时阵，无阁有遮个目屎，无阁有遮个困苦，因为咱知影，咱踮伫基督内面来领受平安。我伫读这段经文的时阵，我家己领受讲，平安平安，其实是讲，你会当甲人、甲上帝、甲这大自然、甲你家己同在、同行、自在，而且是伫任何的境况中。若是这毋是平安，啥物是平安呢？总是有的时阵，咱甲家己拢无法度好好，无法度自在的时阵，当然咱的心无平安，而且这是常态。所以基督毋是讲你已经有平安，是讲你要踮伫基督内面才有平安。所以耶稣讲完讲，我袂阁甲恁讲真济话，因为伊刷落来要去安怎？要去定十字架。最后迄句讲起来，咱来去，要去倒位？若是基督徒，咱知影咱要去倒位。无遮团队嘛知影咱要去倒位。咱为虾米知影？因为信心亲自甲咱教示，引带咱的道路，带阮行伫伊的心意内面。我咧看
最近咧遮经文的时阵，因为我最近咧学英文，所以我一定会看英文的版本。最后迄句讲 ，Let us be on our way， which is our way？ 倒位是咱要行的路，咱敢知影？是你家己定着定义要行的路，还是你有追求信心要引带你行的路？今仔日的经文，耶稣在讲这话的时阵，已经互咱有一个预感跟预告，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咱毋知影。总是咱知影的是，若是咱的心无去追求，无去挖苦啥？挖苦上帝。你若是挖苦别个，你若是挖苦看会到的教会，你若是挖苦倒一位你感觉真重要的人，迄就是你的上帝。即几年，我领受好调去读神学院，阁转来，真正是伫迦南教会，有真侪对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疼惜。帮赞、关怀、激斗，真的很多很多恩典。我昨昏阁讲，我会记得我伫做这个新学生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我就散。我在这里铺路，因为这会在直播留下记录，但没关系，因为是瘦的可以讲。当时我敢若53公斤，我170公分。每个礼拜天，我记得有连续3个礼拜。迄个时阵，我来教会时阵，我就会去传道办公室报道，然后会有1份早餐、2份早餐、3份早餐。真正就感谢，有真侪人一直在关怀。后来我带领青年牧区的时阵，参与伫教会活塞的时阵，领受一个看法，我嘛毋知影为虾米安尼想。我一直跟青年说，咱即马在建造10年后的迦南教会，10年后，还没有20年后，10年后，伫今年7月的时阵，灵命更新营。我就徛伫这新堂的后面音控台迄边，在祈祷的时阵，看到一幅图，这图不知道是棒球场，是这个演艺厅，是大巨蛋还是哪里？上帝写真清楚讲，教会要成做国际性的教会，要成为国际性的教会。听完之后，大家会有什么想法？哇，教会要复兴了，对不对？我听完第一个感觉就是完蛋了，我的英文要开始学。我以为是要伫遮来领受这个好调，结果9月时阵，咱得到这牧者团队无适龄的通知，无偌久的时间就领受伫青埔开拓教会的使命。有诶时阵，人会想讲，所以你讲诶迄国际性诶教会是伫迄个所在，已经毋是伫即个所在。总是我要讲诶是，若是咱对着耶稣基督诶这脚架来看诶时阵，你会看到讲，我们就讲新约时代的教会，迄是一个地区诶复兴。这是一个国度的兴起。如果我们有国度观，什么叫国度观？就是你不是只有在这里，只有在那里叫做耶稣的国度，而是咱毋是伫，若是伫遮、伫遐，咱拢叫做教会。因为教会是一群互上帝警调、差遣出去传福音的人。所以，咱教会定义若是清楚的时阵，
你就会活出教会要有的样子。今仔日搁一遍，有这个机会来甲大家分享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们知影最近的你敢有平安？迄完全的平安，迄甲上帝、甲人、甲大自然、甲家己好好的平安，你敢有平安？对即马来看未来时阵，有可能你会不安。总是咱的方向若是对的时阵，你踮伫耶稣的内面，对未来来看现在，你就会感觉到上帝看这个角度，甲咱的角度无同款。这个过程最后会有啥物呢？我家己想真有真多。想真久了后，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会遇到3个挑战。头一个挑战就是咱的关系要安怎持续建立伫天国的角度内面。第二项，咱需要真侪对话，不是堂会主义，不是国度主义，而是天国的实现。需要对话。第3项，我想这是我伫教人教会享受上多的，就是彼此相听。今仔日是大讲节第3个主日，这个无有忧群的人宣布伊领受耶稣基督降生带来喜乐。互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，听天父的人，会领受到喜乐。所以咱要来回应，这是一个挑战。咱的性命敢要追求信心的指示，对未来看现在。对未来来看，现在时阵，不管你是90岁、100岁，拢足少年的，因为咱的未来是永远。然后，咱要学习耶稣的行动，来行未来。这未来是爱付代价的，这未来是要建立关系的，这未来是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。所以这时阵邀请大家，咱来唱这条歌，来当行起来。我想每一个月份拢需要对主来平安。也是伫地顶上相思，月亮光光照起味，大树的风微微，听着手枪的吟诗，上帝想赐的平安味，耶和华是我的安慰。我可以拢免惊啥物，虽拄着风太低，伊予我心有平静，将平安放伫我的内心。我的心山高也无惊灾害，伊会甲我伫底。用话来安慰我，有稳定甲慈爱，当我三做伴，有平安缀我一世人。我行心山高也无惊灾害，伊会甲我伫底，用话来安慰我。有稳定甲慈爱，当我三做伴，有平安缀
一世人。主啊，你的恩典甲慈爱，临到我，临到每一个相信你的人。主啊，你的恩典甲慈爱，引带阮一生的道路，拢行伫主你真实的平安内面。主啊，要将阮每一个人所需要的、所欠缺的、所仰望的，拢带到你的面前。你的旨意是好，你的旨意是平安。愿主你的平安赏赐予每一个心顾听你的人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